國家自助中心呢是來宣布中央社會主體第二季已經開始申請，主要是要來推出台南新市安區，也有高雄的福山安基金兩案，攏總是890戶，全部攏是佇南部半導體產業的生活圈。也若配合着今麥主體法的修正，國家自助中心因是講，這婚育戶呢認定是擴大到18歲以下還未成年的囝兒，也就是講包括着國中甲高中這育囝的家庭，嘛攏算在內。一棟新起的社會主體，佇台南新市區，吸引真濟有稅厝需求的民眾注意。國家主體甲都市更新中心拜二宣布，中央主體第二季開始租人。這擺主要推出的是台南新市安區，甲高雄的福山安區兩案，攏總有890戶。兩個新案攏佇南部半導體產業生活圈，希望會當支持在地居民的客家需求。台南的迄個新市，甲高雄的福山。兩個合起來大概有890戶，南部台積電科學園區啊，形成一個足好的迄個科技的廊帶，所以對於未來這些發展的民眾吼，應該對於居住哦幫助足大的啦。國家自助中心嘛講，配合主體法的修正，甲育兒家庭認定為原本0到6歲擴大到18歲以下還未成年的囝兒，也都是有國中、高中生育兒家庭嘛算在內，都是希望社會主體的資源會當如瓦見民眾實際的需求。但是在住宅法修訂之後，那從本季的社宅招租開始，那我們也擴大，就是在這個婚育戶的部分，育有7到17歲未成年子女的家庭，也可以納入我們這一次婚育戶的保障範圍。國家自助中心講，社會主體唔但是咧照顧優先戶的弱勢族群，因為弱勢住戶敢若佔4成，連都有6成是一般家庭嘛會當申請。國家自助中心嘛講，這擺4案包含桃園市的桃園區、朱文安區、甲台南市東區新都安區 A 校補，按算會閣釋出207戶。4案佇5月2日開始會當申請，上緊佇12月初1就會當帶入去，希望互主這家庭有穩定的客家通大。記者郭正陽、王志剛台北報道。